大家好，我係阿 Sam。2025年6月，香港嘅智障運動員咧就分別出戰咧2項嘅海外賽事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一位精英嘅智障運動員咧受勳嘅。咁究竟係邊個呢？而家就送上2025年6月智障級別賽事成績快訊。首先提巴黎2025世界殘疾人田徑格蘭披治賽已於6月2號至到4號圓滿舉行。中國香港代表團一共派出9名運動員出戰，其中鄧宇澤、莊公源同埋周志偉於男子 T20 級別跳遠決賽，分以第5、第7同埋第8名完成賽事。至於嚴正熙同埋謝賽旭就分別喺男子及女子 T20 級別400米決賽以第6名同埋第2名完成賽事。仲有喺6月27至到30號假韓國江原道舉行嘅2025韓國特殊奧林匹克融合運動會，香港特奧代表團派出軟式曲棍球同埋籃球隊出戰，並已經順利完成賽事。最後就係要恭賀香港智障泳手陳瑞琳同埋教練梁淑瑩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以表揚瑞琳喺國際賽事上嘅出色表現，梁教練喺推動智障運動員培訓工作中嘅努力。陳瑞琳喺2024巴黎殘奧會中勇奪女子 S14 級別100米蝶泳銀牌。而家就回顧返香港智障運動員於2025年6月本地同埋海外賽事嘅成績啊！今集就去到呢度。如果想收到我哋最新嘅資訊，記得訂閱、讚好同埋追蹤我哋全球視者部落嘅社交平台，帶你走進特殊社群不一樣嘅面貌。下集再見，拜拜。